各位观众朋友，无论你是因为这个营业有粒啊、目睭片啊会过敏的人，或者是冷空气会过敏的人，拢要特别注意咯。这两天伫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无讲介好，环保署透早针对着高雄、屏东、台南发出警报，特别是高雄地区是出现红色的警示，这污染物是 PM2.5，所有民众拢要注意。随望这个冷气团吹北风，这空气品质会当来改善，不过也甲一寡境外污染物吹来南部。透早起来，高雄就是安尼雾雾的，看袂清楚。高雄的空气品质不良，已经出现红色警示。唔那高雄人、外地人都有感受。戴口罩就比较鼻子没感觉，但是看空气天气啊，看这整个空气就有感觉啊。这2天都是啊。雾霾好像蛮严重的哦。对于清晨4、5点一准到今嘛吼，得逐步从2、3个车站到现在目前是9个车站。那目前伊的浓度拢有开始在趋缓啊。到中昼，高雄有10个测站出现红灯。其实这几天高雄空气拢无介理想。17这天是寒天以来第一摆红色警示，对所有的人拢无健康。环保局表示，主要是北风甲西边的污染物拢吹到南部来。中昼过后就会改善，因嘛已经要求电厂甲工厂降载减排。新达电厂就要求伊2个燃煤机组要停止，啊2个燃煤机组要降载，其他的工厂我嘛拢伫咧昨下暗就要求因来启动相关的降载减排的措施。环保局讲，17下晡冷气团落南，污染物会散去，毋过嘛会带来境外污染。到时高雄降到柑仔色提醒，建议民众要是莫伫户外运动，喙暗拢爱挂好好。记者陈嘉文、罗伟哲高雄报道。